要啉啥？我做会啉。拢会使啦。啊，伊即马人伫隔离所哦。医药费一定足贵的吼，敢有需要斗3工？免啦，我甲伊会当负担的。我今仔日来遮，是部长要我来通知你，会社讲要录最后一条台湾歌。收就收啊，是安怎搁要录最后一条？安尼，毋是搁互大家搁较毋甘？顺姐啊，你是毋是无想要唱啊？毋是无想要唱啊，是即摆即款情形，无啥物心情。你有听讲透送要去日本无？透送要去日本，伊讲要去德国甲学音乐，以后大家要见面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啊。做台湾的国家一直是伊目标，共款嘛是遐尼坚持。我嘛是啊，我嘛一直坚持我的兴趣，我会一直继续唱歌落去。顺姐啊，上起码即马阁有一条台湾歌会当互咱唱，伊转来唱好无？凡说这是上尾一摆啊。阿妹，真可爱办无？当然是真的啊。哪个半年讲好到就要毕业咧，办无该用甲散啊？可能要先带阿 Q 过啦。加少迄南唔老年就搬到新村吗？毋过阿爸爱去东京，男友留在台北。你带着弟弟妹妹去新竹、安阳，敢毋迄挺辛苦哦。孕妇啊，你这是太呢，晓得嘞。还没做得啦。恁三尾生日呢，全种也去甲屠胎啊，莫想太多，好好读爷的书。爷爸就希望你考到师范好教，转去穷养啊。内弟，内要考到师范好教，阿姨这双时辰，莫老弟穷用。你红人喏。当时候阿妹3年过假，当然唔好啊。哎，小菜来哦，哎，吃看看用哈。来，你们。好，你来。
后摆吼，若搁要同齐啉酒，万世无机会啊！啊，你是讲什笑话啊？日本人调我去海外出征啊！啊，哪会安尼？啊，毋是讲这个少年还袂调去，那去调你啊？因为我还要讲英语啊，因要调我去香港哦做通译。早知影哦，伊当初莫去学英语。做通译是毋是要牙签讲小者？爱咬嘛无会睬。阿杜啊，若返乡转来哦，我已经走去口仔底面，我才无法讲要替日本人死。你放心，你一定当平安倒转来。我小酒给你藏好，在台北等你。什么叫传烧酒？我若有法度转来哦，咱爱来一碰来过，好好啉一坛。好，我请。来，干杯！你马斯快过来哦。哦好。你来坐遮想啥？咱无倒休困。你是看我挂马斯克咧生气哦？无法度啊，我无挂护士，无要互我入来呢。莫生气啦，啊无我写恁糕你食好无？我无爱，我即摆啥物拢无想要食。是安怎？我真受你的啦，我逐工半暝仔精神，我看袂着你，我实在足痛苦的。那安尼，我规矩死死就好啊。莫讲即款话啦，我毋是逐工拢来看你，哪有袂想好无？逐工，一工才1点钟尔，想啥物路用啦？大家拢知影，我这款病无医啊啦，反正剩无几工会当活。你要算算，敢有几点钟会当甲你做伙？啊无，咱等去大好无？我不管是用你的身躯边陪你。无爱啦，医生毋是讲会去甲你画着。医生是讲无一定会画着，嘛有真侪家属无想画着的啊。画个功课转来，咱两个是阿某，要画早就画着。敢真正的？医生敢肯互我转去？我来拜托医生，伊若唔肯，咱就逃走。
那是卖等啊。后海一个人唱就好啊。搁等伊一个啦，伊讲伊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来啊！歹势，我想我来啊。你要代志吧？是来是走？那无，咱开始啊。纯纯，你的声哪会敢若唱袂出来啊？是毋是人无爽快？应该是最近伤忝啊。无安尼，你家己一个人先唱一摆，让我试看卖咧。人阮彼日甲伊相同，做阵去游港。伊有对阮讲起爱情，说出青春梦。又讲阮细心爱娇，牺牲一活动，予阮一世。是嘞。不过啊，毋是唱袂出来的问题啊。上主要是我一条歌较紧张，啊，毋过顺顺唱起来有淡薄悲伤。今日中昼，归去咱先来食饭，食饱了再过来咧，你看喏。顺顺姐啊，你要踮遮好困一下无？看你爱食啥，阮再甲你炸转来啊。麻烦你。哎，把顺顺啊，帮我炸一个面汤。让我好者。对，你以后拍算要创啥？暂时伫哥伦比亚，以后看钱才甲讲。啊你咧？我嘛毋知，有人咧招要去世界演出，我可能会去啊。安尼嘛好啦，至少有机会当唱歌。以后毋知影阁有机会当去美国。那会无？一定有的啊！我还袂恁你的意见呢。哦对，你莫黑白讲啊！我连对象都无，是要安怎请你啉喜酒啦？你早晚拢爱嫁人啦，要紧啊，我会使稳稳啊等啊。我无想要嫁。我只要会当，逐天看到你，逐天甲你做伙，我就真满足啊！有对，我知影，我知你想要甲我做伙做工课啊。等战争结束了，
一定够机会啊！是啊，部长我米要凉啊，赶紧食，来。